云林岛内的西市场已经超过50档了，是真久，水沟啊嘛定定积水哦，问题真多。公所准备要来进行道路排水的改善工程，也毋过哦，这个生理大是真烦恼，讲会受到影响。公所是表示讲会分阶段来进行，卖来提供临时的单位，互打商哦会当继续做生意。行伫咧菜市仔内，有的路因为伤旧塌一大坑，民众若行过就要特别细致。云林岛6市西市场设置超过50档，不过因为当年使用路坎坎坷坷，排水沟也定塌掉咧，影响市场环境。路比较平的话，走路起来应该会比较安全性。我都做啦，因为你用咧到地咧用pom是要做生意，我都做生意啦。岛6市公所表示，为了提升西市场整体环境甲公共安全，按算最近会针对西市场的路甲排水做改善工程。不过有反啊惊施工会影响到生理，市公所讲会分做4个阶段施工，也设临时安置区，希望甲影响降甲上低。不要去影响到他们的做生意的时间呐，因为它是利用这个市场是只有一个早上而已，你施工的话尽量在下午施工。在施工期间，安排这些流动的还没有位置可以摆的这个摊商到我们的指定区域去做处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半以上的这个调查摊商超过120几个岛6市公所表示，针对垃圾水处理，会规划设置优质杂流槽，互打流出来油的垃圾水集中处理，防止排水系统搁塌掉咧。为着会当缩短工期，公所搁开300万，逐日安排2个工班延长施工。若后续说明会顺利，预估约60个工作日，并伫咧明年过年前1礼拜全部完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